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一日一届，大家马路南到奉天宫进修，沿路卖发保心安符和信徒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就是符，读好五符第5条。符本正意思是讲两块竹仔相夹，会当正做兵信、做兵种的物件，像咱讲兵符。另外，道教用来驱魔辟邪秘密道文，咱讲是符啊。用符啊作为法术，咱讲是符法。像讲种土地心灵的符啊，咱讲是土符啊；也有种环境或者清净符。咱台湾民间信仰为无形的兵马、兵马或者德符，嘛有人讲是青德符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画符啊，本正意思是讲符落派，即西讲伫咧画符啊的动作，落尾用来讲一个人写字真潦草，看袂出来到底伫咧写啥。第二个词读做放符啊，这意思是讲用写术或者是符咒来害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迄阵讲阿明唔好好认真写字，写出来字敢若画符啊同款。老师袂输互伊放符啊，规个目睭拢看甲花落落，强强要着来伤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符，提供互观众朋友来参考。